切的是人呐，啥偏呐，切你是开什么巴拉，俺那说买了要那路你那哈，切俺那个拉面，俺还从么来俺来，那哈切面，啊，过那吧，俺还就呀得呀就呀俺，开什么个拉俺那说别哎的，戳别那说俺个么的话俺戳别那说俺没比话，俺的妈妈啊，过年牛呐。阿面带病哎，俺你妈都碰了伢嘞，戳没戳还没去买，没也没去买，都路撒起卡多，俺你妈都家拉他伢了，对面呢没也没去撒起卡嘛，过呢俺呢，你妈妈个的呀就呀头，没也一把下偏嘛嘞，有那路你都里面，牛那，红俺那，戳那边呢那说话啊，有那路有不那路去红毛。窗边的窗那说在这我来，记得在伢来那很么些了，过年牛那都没碰我妈来，窗边那说的么个，对我呢比那你妈俺面来没一个啦，对比个来快你妈面了，对面呢，要那路呢比多那你妈个呢比多来嘛去混带他个么来，俺那要带呀都路家来来，俺是去干嘛呢？窗那边的那块窗面嘛吃俺什么？戳在这戳皮在上俺来，对吧？有皮嘛上伢来那好么些，对那么老会玩，他们呢，葫芦嘛家看不嘞，米也有那路对我们这个到会打米也个那边农民呢，都这米也那说嘞，不去不家提起的别个呢，那说皮那说提这边买了，做啥子没去米也没去，他们呢不去家人呢那说别个呢，提起个就去哎，那你你妈那还吃伢嘞，都女伢戳别那说的都当个伢嘞，都罗家红哎，那牛那都没怕家妈嘞，那我都同用破这，那说别和个呢，和个我都同用大个和个么个那说别就没比话俺这样，就没比话，他们戳别那说的俺就红毛头，他们牛那，人家那俺们这别个呢，俺你妈个那比妈嘞都女面，和个我都同用个这俺这。我一看用个弄嘛，人家俺老天提个比这比多会弄啊，你妈跟那比怎么？过那都同用了会和个那说别了，俺你妈妈会个一点不啥去看嘛？戳怎么的话俺嘛比么嘞？戳多嘞，啥那？俺你妈妈个都那里嘞嘛？俺那还别提不你妈妈跟那嘛比那样样嘞？他们那米样一把下皮嘛嘞？看那伢打。俺们学校弄看的大嘞个，俺们这边讲呢，没人那个呢，俺那么个呢，俺那么表呢，比提前表嘛嘞都啥去看没有那路啊，一个你所说的，都路他个嘞，都路个比包面了，个人去嘛，我把俺有啥个俺。没事呢，当白米呢，没事碰的多吃伢弄看碰的多吃有个有多伢，我把没事多吃头，都同样跑到红就面那个他嘞，个呢，米吃嘛是那嘛大咯，俺就嘛容米呢嘛女一伢提着，他们用阿姐女儿提个，个呢我到来就俺就嘛碰的碰伢面。我讲过呢，我来拍了，呢我提到的是呢，我面到红毛面来，都罗我你妈老快都牛用，都小手弄嘞，我把没事到吃我们家吃伢嘞那用我出面呢，提到都牛啦都吃伢的，那我都吃提不用的嘛。yo mo shabe o mi o poka pa yo be ka pa le o mi o po jabe mu no ma zi ya ke pa yo be ke ta lo ke u zi de ta le yo ta ko pa la yo mo shabe o mi o po ka pa yo be ka pa le o
呗，木诺马子呀可怕要被去大路，去屋子的大来要他过不啦。我干嘛？我感觉我的饮食面的从旁边呀，要是很吃喝，买来多吃买老多子啊，跟了嘛。